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耀能協會嘅社工。喺呢條影片入面，我會為各位家長講解一啲關於學習指導嘅技巧。學習指導係指家長從小朋友嘅日常遊戲過程中，運用簡易嘅語句去描述遊戲過程中會發生嘅事或者步驟。學習內容以適合小朋友能力為主，從而增強小朋友嘅學習能力。例如，家長可以喺小朋友喺度玩緊煮飯仔嘅時候，加上簡單嘅名詞或者動詞，同小朋友邊玩邊描述。例如，名詞香蕉、蘋果，又或者動詞切、擺等等，令小朋友可以喺玩樂嘅過程中學習適切嘅語言輸入，去認識自己喺度做緊嘅動作或者所望到嘅物件。除咗名詞同動詞，家長仲可以利用唔同嘅連接詞去描述小朋友玩緊煮飯仔嘅步驟。例如，你先將塊牛扒放入焗爐，然後再去煎魚，最後就將食物放上碟啦，等等，令小朋友學習到喺日常嘅對話裏面點樣正確運用恰當嘅連接詞，提升講句子嘅組織技巧。記住啊，家長要按返小朋友嘅能力同埋學習需要去提供適當嘅描述，千祈唔好操之過急。不過你都可以留返少少挑戰俾小朋友嘅。等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嘅示範。輪到第三架車，媽咪嘅黃色車排隊，跟住就輪到你嘅藍色車排隊啦。紫色車都跟住排隊。哇，紫色車好似泊車喎。泊藍色車，泊黃色車。首先泊藍色車，然後就到泊黃色車。首先泊綠色車，然後就到泊灰色車。家長可以參考以下嘅用語例子，有需要可以 cap 低佢啦。透過兒童主導遊戲嘅過程，家長可以從中描述小朋友能夠掌握到嘅學習內容，咁樣唔單止可以幫助小朋友喺日常遊戲中增長知識，更加能夠讓小朋友感覺到被家長明白同理解，從而提升親子關係。如果家長想了解更多關於同行歲月計劃嘅親子秘笈，歡迎大家 scan 我哋片尾嘅QR code。拜拜。